同學們大家好，今日我哋嚟睇2017年 DSE 卷1嘅第一題，咁就係段落大意題啦。咁其實近呢幾年咧 DSE 都好少考段落大意㗎啦，多數都係 MC 為主。咁但係其實段落大意嘅劃分啦，同埋做段字咧係好有效咁樣，可以幫助到同學去理解成篇文章，同埋可以檢視到每個同學咧到底理唔理解到呢篇文章嘅各個部分。咁所以同學都應該多做同埋多啲去分析唔同嘅文章。咁呢一篇文咧係跑道。咁咧佢就話呢一篇有16個段落，咁就按內容大意分咗4個部分，咁就叫我哋揾翻每個各部分嘅段落係點樣組成啦，同埋叫我哋講翻第2同第4段部分嘅段落大意，咁就將答案填喺下表入邊。咁首先我哋先處理咗段落線嘅一開始，定係處理咗左手邊呢個部分先。咁處理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其實我建議同學咧先揾咗右邊佢提示咗你地方嘅段落，咁就會易做好多。因為呢一個部分佢寫得嘅就一定係啱㗎啦，即係正確嘅。咁佢就俾例子你啊嘛。咁第一部分唔難劃分嘅，因為藍色嘅部分啦，拋開束縛，身心調和呢個位咧，其實正正就係第2段嘅第2句開始啦。然而我一步一步落實地沿着內側跑道協然運轉啦，調和都出埋俾你啦。咁所以呢一個段落應該大家都揾到係1至2嘅。咁有同學可能會將第3段擺埋落去啦，其實唔啱嘅。點解咧？因為呢一句句子咧，即係內容大意入邊佢分咗2句句子，第2句咧其實就係下限句，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去到邊度就應該係喺邊度㗎啦，嗰個段落。咁所以呢個應該係1至2。咁呢個部分應該唔難處理㗎，比較難處理嘅係接下落嚟嗰3個部分。咁呢3個部分咧，如果我做嘅話咧，其實我會由第3個部分做起㗎。點解咧？因為右邊都俾咗你嘅記述作者喺跑道上面跑步，同埋同其他人嘅互動，咁就帶出對競奔嘅體悟同埋跑步嘅意義。咁跑道上跑步咧，其實作者咧，如果同學唔細心嘅話咧，你會覺得作者一路都跑緊，但其實唔係啊。作者咧其實咧係由第8段開始先至跑緊嘅。佢話在跑道上跑步及與他人互動啊嘛，別人互動，咁就係第8段嗰度開始啦。話是上體育課的班級一大堆如非洲斑馬奔過草原，我便自動地退到外圈嘅跑道。呢度咩意思啊？即係有人跑緊，然之後作者作出相對應嘅反應，相對應嘅動作就係佢退到外圈嘅跑道，咁就見到作者同埋嗰班人之間有互動，即係有一個反應啦。咁後邊都有㗎，加多一丟喺度加油同埋陌生嘅背影，我跑得更加大勁了，都係一個反應嚟嘅。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我哋見到作者係有一個互動存在咯。所以由第8段開始。跟住然之後對競奔嘅體悟同跑步嘅意義啦，咁就去第13段，咁呢度都係競奔嘅體悟嚟嘅。因為作者話我也愛坐在看台上睇人哋跑啦，觀賞人哋如何擺動雙臂，如何維持沉着嘅姿勢。不過人哋咧唔見得係好㗎，睇得多咧都要自己落到場邊先知道判斷嘅。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其實佢睇人哋就想參考人哋競奔啊嘛。咁但係都要自己落場嘅。呢度都仲係關於跑步。咁有同學會將第14段擺上去，其實唔準確，因為第14段係跑道嘅特點，係跑道，唔係跑步，亦都唔係競奔，佢係跑道，所以呢一個咧係唔準確㗎。所以第14段唔應該擺上去。咁有同學喺分嘅時候咧，咁所以呢度18至13啦。咁分到呢一個咧，理論上你應該就分到第4部分同埋第2部分㗎啦。呢度係13，咁下邊自然14啦，上邊自然係3至7。咁有同學咧就會唔明啊，點解3至7擺埋同一個部分咧？其實咧，我哋望翻成篇文章，第一個部分咧1、2段咧，其實係作者跑步嘅時候啊，佢跑緊嘅。看準一個起點，我便兩袖兜着清風跑將起來。佢跑緊嘅。第3段第一句，在夕陽尚未謝幕前出發去慢跑。其實作者已經倒敘緊，佢已經插敘緊㗎啦。佢已經唔係同上邊唔喺同一個時空，佢將一個重大嘅時間改變。而呢個時間改變，佢講緊平時佢跑步嘅時候嗰個嘅見聞啦。嘅感受，所以其實呢一度同上邊咧已經脫離咗，從時間線去睇已經脫離咗。第一，
第二係從個焦點嚟講都脫離咗。上邊係講身心調和，但下邊係講咩啊？下邊係講不釘死喺日程表上邊嘅一種享受，安於自己速度，平和嘅心境，一絲絲嘅安和幸福，係覺得幸福、覺得享受、覺得自在。但係上邊係身心調和嘅快感，咁所以快感同埋平和應該係兩種唔同嘅情緒嚟㗎。所以呢度係從個抒情嘅角度，文章作者嘅感受嘅角度都分開咗嘅。咁所以第三段應該獨立出嚟，咁樣擺出嚟啦。咁3至5段其實係講緊平日上學嘅時候，佢放低自己嘅雜務啦、工作啦、學業啦，去跑步，佢覺得好享受。然之後6至7段其實佢講緊星期天嘅時候去台大公園去跑步嘅時候嗰啲人，佢描述嗰啲人物，去帶出嗰個安和嘅幸福、嗰個嘅熱鬧、嗰個開心。咁呢一個其實都係同3至5段嗰個嘅情感係一致嘅，就係都係安和幸福啦。安於自己速度啦，平和嘅心境，所以喺分嘅時候咧，無論從時間線啦，因為去到第8段開始佢就去翻佢跑步嘅時，即係佢去翻1、2段跑步嗰個嘅時間啊嘛。咁所以無論從時間線啦，從個抒情嘅角度啦，我哋都係會將3至7段咧擺埋同一類別㗎。咁所以呢一度都話俾大家聽，就係其實我哋分段咧，我哋唔係淨係按一個嘅指標喎。如果你淨係按時間線咧，其實你會將3至5段擺埋一齊，6至7段擺埋一齊，咁你就忽略咗其實原來3至7段咧都講緊同一樣嘢，就係跑步令佢感到嘅安和幸福嘅自在享受。咁所以呢一度都希望大家留意。咁我哋去到講3至7段嘅段落大意啦。段落大意咧，其實都係分兩樣嘢嘅啫，一個就係事件啦，一個就係情感啦。咁有時情感有兩個，有時事件有兩個啦，因應情況咯。咁事件咧，多數都係要寫翻啦，時地人事啦，時間地點啦，人物同埋佢做嘅動作啦，或者個事情啦。咁地點好簡單啫，兩個，一個就係運動場，一個就係台大公園。時間一個就係黃昏平日啦，一個就係星期天假日嘅時候。咁所以我直接寫㗎啦。技術作者平日喺運動場同埋去台大公園跑步動作嘅見聞啦，咁都係見聞嘅所見所聞嚟㗎啦。咁就表達啲咩咧？表達作者對跑步嘅時候嘅感受。咁呢個自在嘅享受啦，呢個自在嘅享受就係抒情啦。好多同學咧喺呢一度咧會好空泛咁樣寫感受啊嗰啲嘅字眼，但係其實咧唔準確嘅。點解咧？因為感受咧其實好空泛㗎，開心又係感受，悲傷又係感受，惆悵又係感受，迷茫又係感受，咩都係感受。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冇答過個題目。咁所以我哋呢個感受就唔準確啦。我哋用個好準確嘅字眼去表達。咁藍色嘅地方就係我間咗出嚟話俾大家聽，其實我係從嗰一啲藍色嘅句子入邊歸納個感受出嚟嘅。例如係從不釘死喺日程表上邊嘅一種享受啦，欣然嘅、開心嘅、安於自速度嘅，平和啲嘅喎，平和嘅、安和幸福嘅。咁我歸納出嚟就係佢享受呢個跑步啦。上邊見到嘅係佢自在嘅，佢唔俾束縛嘅，下邊見到係平和同埋安和幸福嘅，所以我就歸入咗做自在享受。咁你話係咪一定係自在享受先得咧？又唔一定嘅。譬如你講到話作者享受呢個跑步啊，又或者你見到你講到作者怡然自得嘅、悠閒嘅，咁都 OK 㗎啦。咁所以感受就唔夠準確啦，就欠準確。咁同學都記住啦，呢度係一個事件啦，再加個情感啦。咁事件因為佢有兩個部分啦，佢有兩個嘅敘述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有兩個嘅。咁所以呢一條應該就係前邊就2分，後邊1分。咁去到下邊啦，就係第6呢個位啦，14至16段。14至16段咧，其實佢就冇事件嘅，但你話係咪冇事件咧？又唔係嘅，因為始終都係有作者嘅存在，咁佢有動作，一定有事件啦。咁作者做咗啲咩咧？就係佢反思啦，佢反思跑道同人生嘅關係啦。咁佢就話啦，這就是跑道，繁榮中有一種孤獨啦。咁呢個係跑道嘅特點啦。咁其實有同學咧，其實
即係寫唔到技術作者反思跑道與人生嘅道理。其實你只需要睇翻題目咧，其實佢係有提示嘅。如果大家有睇到後邊嘅一啲題目，譬如去到第第12題，其實你就已經見到咧，題目有嘅跑道嘅哪些特點。咁即係其實由14至到16段咧，都係講緊跑道嘅特點啊。所以我同學咧就醒啦，佢就寫總結作者總結跑道特點，咁都啱嘅。咁但係呢一度我都想用翻一個事件嚟做咯，就係技術作者呢個人物啦，作者啦，咁佢做啲咩咧？佢反思緊，佢思考緊跑道特點。咁就跑道特點係啲乜？就係跑道好似人生咁樣啦。我只能做自己嘅裁判啦，大家都係各跑各嘅，又默默地記掛彼此。咁呢就係跑道同人生之間嘅關係。佢去到15段咧，其實好明確講出嚟㗎。我先知道原來跑道並唔係限於那樣窄窄的一條，即係話其實人生就係條跑道，每個人有唔同嘅起跑時間啦，有人先跑，有人先退出跑道。咁呢個就係反思緊跑道與人生啦嘅道理啦。咁佢表咗兩個道理嘅，即係喺個道理嗰個體悟上邊。第一個道理咧就係冇人規定你一定要喺畫好嘅線上面循規蹈矩咁跑嘅。自己界定兩個目標就可以上路啦。咁即係每個人有自己嘅目標同埋道路啦，每個人有自己嘅跑道啦。咁呢個就好易理解嘅啫。咁第二個目標就係，第二個體悟就係，原來要超越嘅只係昨日嘅自己，即係話我唔係同人比嘅，我係同自己比嘅。人最重要係超越自己啦，唔需要計較同人哋嘅輸贏。咁呢度就係兩個嘅道理所在啦。咁有啲同學咧會諗到其他嘅，譬如要超越勝敗啊嗰啲，咁當然都啱嘅。咁但係呢一度最主要嘅重點就係，你可唔可以捉到作者其實係想用跑道嚟比喻人生？作者想用跑道嚟比喻人生，咁你只要捉到咧，其實就會比較準確㗎啦。原因係咧，其實去到第14至16段咧，對於我哋作文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嘅，就係我哋同學平時作文咧。去到最尾嗰段咧，我哋都會講升華。咁升華就即係我哋要將個事物嘅特點啦，扣連翻我哋人生啦，或者對我哋人生有啲咩反省，有啲咩醒思，有啲咩提示咁樣。咁呢一度就好明顯地14至16段咧，其實係一個畫龍點睛啊，即係一個升華嚟嘅，係話翻俾大家聽。原來咧呢幾段咧就係想升華成篇文去到個人生嘅層面，就係其實跑道就好似我哋人生咁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條跑道，我哋要自己訂立目標，自己去前進，淨係要同自己去比較。咁呢一個就係呢一篇文嘅大概嘅脈絡咯，亦都係呢一條題目嘅答案。咁希望大家可以吸納呢一次嘅機會，捉緊呢一次機會啦，去學識點樣分段啦，點樣寫段落大意啦，同時都從呢一個題目度咧，少少咁樣去理解到其實平時我哋應該點樣作文，喺文章最後嘅時候點樣做升華咁樣。咁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嘅答案啦〜